继续来看这个联电的营务董事长周兴成，再去开记者会，痛骂阿强对台湾的军事演习伤插手、伤摇摆。伊宣布要来寄付新台币30亿来协助政府加强国防，嘛希望唤醒台湾人，卖贪财、唔惊死，做伙来战斗。 所以今天我宣布呢，将捐出30亿新台币，大约1亿美元，来协助加强国防，并希望唤醒台湾人不贪财不怕死，为维护自由、民主、人权而起来战斗。 拍手捐30亿，无咧寒酸这钱。联电营务董事长周兴成希望当加强台湾军力。7月美国通知要卖予台湾战兵武器，大约是1亿美金，超30亿新台币。周兴成希望大家该同款有志气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爱大家面对中国唔通惊。他就是流氓啊！这流氓。 他只相信暴力，中国的流氓行径已经引起全世界的反感。你去跟他统一，你是什么意思呢？中国大规模军演，和台海不加紧张，敢会大大影响台湾抢输服器的供应链。营业台董事长窦东华强调，两边真正相拍，对象都无好处。打了对谁有好处？打了大家都死啊，有什么好那个打？你说打乌克兰。 顶多就是没有瓦斯啊，打台湾就什么也没有了。窦东华认为，两边若真正相战，落水平平沉，全无动头轻，大家一定拢会输甲稀累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 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